如果 TD 做成了，你知道你的销售额能翻多少倍吗？你会包下整个中国市场。有些机会，一生只有一次。那万一失败了呢？不会失败。有你姜薇在，还有我们，就不会失败。再说，如果你是领通的销售总监的话，你是说，你会给我这个位置？只要你足够努力，你一定配得上这个位置。我很清楚，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不会再做了，所以我才把你调到销售部的。我的胃怎么样你也很清楚，我还能再继续喝下去吗？我还能再继续每天出差吗？其实我也担心你，我担心你为了往上爬，把自己喝得像我一样。如果中国标准做成了，我们就一定能成为世界领先。到那时候，就是他们来求着我们。我希望我能看到这一天。你好，您的柠檬茶。啊，好，谢谢。喝茶吗？不喝茶。都结婚了，要沉稳一点。男人年纪大了，喝喝茶，静静心挺好的。你可真喜欢给我做主啊！谁让我总是能想到你的前任呢？我找你来就一句话：跟我一起做 TD 吧，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你不是刚把无卡后代卖给魏晋吗？干嘛不找他？小牛手机挺好的。小牛手机已经是全国第一了，干嘛还要投钱做这些不知道能不能商用的东西？但是你不一样，泰山手机排名不怎么样，不赌一把的话，任何一个企业做不到头部，都可能会灭亡。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海潮啊，现在也是全国第一了。你这是干嘛？干嘛要做一个不能商用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人，啊，我不把自己当回事，而他们太把自己当人了，也太把自己的位置当回事了。你越来越自负了呀！如果有一天你能做到拥有不可复制的技术和资源的话，你也可以这么跟我说。董少，我给你的时间不多，要部手机可不止你一家。如果你不想做的话，很多人愿意冒这个险，挤破头了也要过来。这个机会我可是给你了，你不拿，我就给别人。让我想想啊，你找我来是想让我帮你对接有关部门还有专家，说服药部企业加入 TD 联盟。有了联盟，规模才能更大。这样的话，全产业链都会启动 TD， 你也能最终成功，对吗？完全正确。我有个条件，我要成立产业资本，你必须入股，答应我，我帮你做 TD。又是资本，董生，你就不能脚踏实地，别玩那些虚的。背个书啊，500万，老毛病又犯了。当一个人身上毛病太多的时候啊，你真的不知道该哪个。但是呢，我也有无法复制的优点，不然你也不会看上我。那这样吧，我提一个要求：3天之内，给我找10家企业愿意做中国标志，他们签了合同，我马上把500万打给你。有勇气。要做，就要形成战略联盟。
是，我知道，500万确实有点离谱了。现在是还没到大撒把的时候。你的意见我听明白了，我会跟他说的。好，再见啊。爸，你在干嘛呢？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海潮回来晚，怕他饿了，给他做点夜宵。不用管他，公司有吃的。哎，待会儿饿了得吃。爸，你是不是熬粥呢？好香啊，在外边就闻到了。闻出来了啊！别忙活了啊，爸。我问你，500万怎么回事？林夕，有话好好说啊。海潮，待会儿把夜宵吃了啊。哎，谢谢爸爸。爸，你别管了，你去休息吧。哎，待会儿吃了啊。放心，爸爸啊，我们会好好说的。你安心睡觉。回答我，500万怎么回事？老婆，做中国标准就给黎东升500万，你在干什么呀？调动行业积极性。你怎么不调动领通员工的积极性呢？大家跟了你这么多年，它不是一回事儿。那是怎么回事啊？哦，这些企业你让他们觉得跟着你做 TD 就有资助，所以一呼百应，你很开心是吗？只有这样声势才能搞上去，只有把声势搞上去了，很多企业才能够愿意做中国标准，这样才会推动市场，市场才能有积极性。那些企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实实在在的是跟了你这么多年领通的员工，他们跟着你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好，我知道，我明白，我保证，他们最后一定能过得很好。你拿什么保证？你怎么保证？现在经济形势那么差，你拿什么保证？我以为你很支持中国标准。我支持你，我当着外人的面，我怎么都要给你面子。我可以去说服江威，说服所有人，让大家再等等你，再给你一点时间。但是我也心慌，房子一天比一天贵，我们的股价真的能跑赢房价吗？能。你能，张海潮，你什么都能，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从来不会听的。你娶我不就是因为吃准了我怎么都爱你，怎么都听你的，怎么都崇拜你，所以我说什么你从来都不用顾及我的感受。我投资那几家公司的股票跌得厉害了，我得回去看看。你回去看看有什么用啊？你又不能改变市场经济了。那也待烦了。哎，林夕，我提醒你啊，哟，慢点。你家公司是跌得最厉害的。我知道啊，我跟海潮也觉得很可惜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决定了要做中国标准，其他的事情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你说这个张海潮还挺有意思的。古人有句话怎么说的？哦，择一事，爱一人，终一生。这种像小说里的情节，在我身边也会发生。不过啊，你还真有意思，又不买房，也不买车，也不买包，就死心塌地的跟他搞公司。这你就不懂了吧？革命时代，有信仰的男人才最有魅力，有信仰可比有钱好多了。这能让女人追随着他，而且一生一世的都能追随，什么都不要。这说的倒是实话。哎呀，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希望股票能蹭蹭的涨，让员工们早日套现，过上好日子。但怎么办呢？在公司的发展上，我也不可能左右他的想法。既然改变不了现状，那就只有支持他喽。但是说实话，我可以理解，按长远来看，中国标准肯定是要做的。但是现在啊，确实是难了点。哎呦，管他呢！行了，你赶紧找吧，我帮你收拾。在没有 TD 之前，我们只能跟在欧美后面去引进仿制一些像样的产品。有了 TD 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完全自主的技术，有主导权。我们可以构建从系统到基站到终端的全产业链，能提高全产业链的技术能力。我们有机会都成为第一名。
你讲到七情上面，我就怕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我就是那个万骨枯。创新说不定能创出一条血路来。你要是按照原来的道路走，就肯定会挨打，因为落后就一定会挨打。但如果我去做了，国家不及时发牌照，我怎么办？我们不担心会延迟商用，我们起步比较晚，产业化落后于国外标准，要做出来需要时间。其次，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建议政府在适当的时间给我们发牌。你要相信，我们的政府是充满智慧的，一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们已经成为863计划的一员，准备接受3级测试。我们领通承诺，会在2个月内接受863专家组的检验。我们泰山手机也会在 TD 支持下做一批手机，供实验用。可是 TD 还没有拿到中国移动的入网许可证。我们很快就会拿到许可证。那需要多久呢？很快。为什么？你哪来的把握？为什么？因为我是李东升。这个 T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朱雄讲非得搞，我让他弄的。搞得成搞不成嘛？这是国家战略，放心吧。你确定是国家战略政策？当然确定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搞一搞？你们确实可以有所贡献。家，我们该怎么办？东升确实是鼓动人心、合纵连横的一把好手。他很快就说服了许多企业加入 TD 联盟，就连薛阿土和欧阳重良都暂且放下逐利之心，一起积极推动。黄仲凯对这两人毫不在意，甚至嗤之以鼻，以为是海潮和东升黔驴技穷，只得滥竽充数。没想到，却是他错了。怎么样？这次我爸也算帮到你了吧？ TD 联盟又多了不少人。那还不是因为你一流的号召力。你品味也不错，钱已经打到你账户了。TD 联盟是一个拥有人脉的好契机，所有成长起来的企业我都会投钱。你呢，也投点，能赚。投什么怎么投，我还是得按照规矩来。不过提前恭喜你啊，领通这2天的股价很不错，你应该赚了不少吧？没进口袋都不叫赚。股市嘛，瞬息万变，关键是要学会及时离场。懂得落袋为安了，长大了啊。老了。谢谢你啊。别臭美了，你以为我都是为了你啊？我是认为你跟我说的话有道理。如果不换道，泰山手机不可能当老大，而且做手机主板也比芯片要便宜得多，我没那么大压力。我知道你也在2级市场上做空或者做多我们的股票，赢来的钱可以拿去做研发。你这个话的意思就好像是说，你张海潮永远是对的，只要跟着你混就能有饭吃，而且这碗饭还挺香。我想出来的这些招数，是可以重塑世界通信格局的。跟着我的人，可以见证历史。见证历史。祝你生日快乐！大1岁了，对不对？哎呀，亲亲，哎呀，真好看。喜欢爸爸给你买的公主裙吗？喜欢。喜欢啊。那爸爸明天再多给你买几条，好不好Tony 说他给我买，不用你买啦。Tony 是谁？ Tony 是他幼儿园同学。什么同学啊？什么同学啊？
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上课，一起睡午觉的同学啊。男同学啊？真是。那不行，开学之后我得陪他一块去幼儿园。你去那干嘛？管什么用？哎呀，海潮，你这样可不行。妮妮长大了以后，她也得嫁人，那你怎么办呢？哎，这做爸爸的就是这样，这么小就开始担心女儿，护犊子。你现在想这个太早了，你还是早一点实现，带她去买公主裙，不然的话，你女儿就该念叨你。她去学校念叨的话呢，Tony 同学就该给她买了，哈。哎呦，行嘞，来吧，咱们来吧，吃蛋糕，宝贝，来着，哎，来哟，谁来了？我去看看。哎呀，这个蛋糕漂亮啊！谁来了？来，进来，一块切蛋糕。韩子，师傅好。来了。北京团队测试有问题，我们得过去。什么问题？马上就要走吗？按道理现在就得过去。哎，等妮切完蛋糕吧。来，一块来。对，先切蛋糕啊！来，哎，来，站起来，站起来，哎，1、2、3，生日快乐！高兴不高兴啊？开心吧？你先睡觉好不好？他们都等着我呢。 No, I don't want to do that. 而且，怎么又是这样啊？我回到家人都没有了，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这次真的很紧急，哎，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每次都说，哎呀，中国人勤奋努力，一个人当3个人用。我之前不相信，我现在是信了。达，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每次都是最后一次。No, 我们需要一个假期。哎呀，达。哎呀，我之前在 Brian 那边都是有假期的。 我们不能总是想着工作，你得休息一下。好了，最重要的测试开始了，我先不和你说了。哎，等会儿。这样，你回美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你去散散心。我保证我每天都跟你视频，好吗？时时刻刻什么呀？你现在都陪不了我。我现在就订票，我给你订最好的酒店，给你订。行了，先不说了。 啊，大哥，你都不困啊？啊，不困不？我经常洗冷水澡，精神好。冷水澡啊？你想克己复礼，不沉迷女色，好好工作啊？你也太损了，孩子，看他那表情，真的啊，你真不是一般人，张海潮。要不你也试试？哎，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真的试试看，这对你好。 看住你啊！我好着呢。啊！哎呀，我们3个这样真好，吵架也好。1号线准备完毕，2号线准备完毕，3号线准备完毕。好，测试开始。 从中国提出 TD-SCDMA 标准的那天起，失败论不绝于耳。如中国在其他领域努力摆脱附庸所遭受的非议一样 ，TD 作为全新标准，其产品能否获得成功被所有人质疑。仿佛高科技领域，我们只能跟从西方的脚步，做不到自主创新，而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让我们走入世界级的主流市场。 张海潮这么大张旗鼓做 TD 芯片，他有什么内幕消息吗？肯定没有内部消息，他只是参加863计划测试而已。这不是疯子的行为吗？
可能想要先做出来，让国家下决心用 TD 组网。他们就这么强吗？一个新的标准能影响组网吗？会不会有奇迹？也许我们都低估了中国政府做中国标准的决心。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世界通讯大会。这几个月以前，世通会没说非要做同频组网，现在搞突然袭击。一频组网和同频组网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芯片几乎要彻底重新设计，这可不是1天2天能完成的事儿。很显然，欧美国家同意中国标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能做出来。现在拖延时间，就希望我们国家赶不上3G 的浪潮，给我们设置障碍。那我们就想办法消除这个障碍，让他们彻底认输。那现在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几个制定标准的部委出面，他们也不肯让步吗？这不，就这2天，很多领导都出面去争取了，可回答还是一样。能让他们感觉到如临大敌，更能说明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理由也是能站得住脚的呀。大家想想啊，毕竟啊，欧美制式是同频组网，我们要想做出来一频组网，他们说我们是想节省时间，弯道超车。这话没错吧？那我们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有。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大家相互妥协。现在给你们6个月的时间，你们要做出一款同频组网的芯片，这样世界通信协会就会承认我们中国制式的核心产品是符合国际组网标准的。他们敢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可能，太难了。一枚芯片的诞生至少需要好几年时间。海潮，董生，过去这些年里，你们曾经把许多不可能变为了可能。我们中国也曾经把许多的不可能变为了可能。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希望你们能够众志成城，带着使命和责任，要让全世界都看看我们中国人有什么不可能。领通的股票再度大跌，今天已经停牌。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在6个月内做出同频组网的 TD-SCDMA 芯片。东升觉得，与其不眠不休，不如走捷径，搞定世通会。但海潮坚持技术突破，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科技实力。在1G、2G 时代，虽然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但由于我们不主导技术标准，利润被外企占有。想要3G 时代成为世界主流，这是一次最大的考验。这完全是把人当动物用。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我每次都很相信你。达，你再相信我一次。No, I don't want to do this anymore. 这是中国通讯芯片赶超西方唯一的机会了。It's ridiculous. You're all crazy. Maybe I am crazy. 张海潮呢？是不是为了你们的中国知识就不把人当人了？还没睡啊？等你。怎么了？
你知道我们的股价有多难看吗？知道。但是你要相信我，这些只是暂时的。其实我都不想再跟你聊 TD， 我甚至都不想再听到 TD 这2个字。我相信，所有员工的太太都跟我一样的想法。对不起，老婆，你辛苦了。我知道你会有办法去说服那些太太的。我可以一直跟着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也可以让爸妈来给我们做好保姆，当好后勤，我也可以去说服所有的太太们都咬着牙支持自己的丈夫。但这件事情不持续。是啊，但是只要国家下了政策的话。政策？什么政策？你们那个组网的事情解决了吗？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我们投入了那么大，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成果，有的只是没日没夜的忙碌。你知道明儿那多生气吗？我再去找找刘涵，跟他一起劝劝美人的。海潮，你到底，你是不是着了什么魔了？我们在清华校史馆的时候，你跟我说了邓稼先和他太太的故事，我真的特别的感动。但是你有没有站在邓稼先太太的角度想过，28年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她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不能为了你的家国情怀，让所有员工的太太们都跟着你没日没夜、没完没了的等下去。时代不一样了，海潮。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会好好补偿你们的。流逝的是时间，是陪伴。这些你拿什么补偿？老婆，算了，我知道我根本就说服不了你。我不明白，我明明自己就没这个本事。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你说吧，他们以前呐挺好的，怎么这公司上市之后啊，是天天吵架？哎呀，谁知道呢？哎，你别为这事儿太着急了啊！你说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为小三儿吧，也不是为了钱吧，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哎，要不这样，你找林夕谈谈，叫他别做这个夫妻老婆店了。你想想，2口子一个公司，能不吵架吗？别瞎说了。怎么瞎说？明摆着的。都听了好几首曲子了，再不说正事儿，尴尬。你知道我想谈什么？你我应该联手抓一下张海潮。我知道你在2级市场一直在收购灵通的股票，我也是。股价继续跌，我们继续买，直到
我们有权利让张海潮走人。然后呢？然后就由你来当领通的 CEO。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答应你？因为你有欲望，不甘心，跟我一样。凭什么领通是你跟张海潮联手一起创办的？光芒却在他张海潮一个人的身上。我可以把光环放回到你身上，李东升，你需要我，但同样道理，我也需要你。给你时间考虑。什么朋友，什么夫妻，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算得了什么？你就那么笃定？你想想，我为什么这么针对张海潮？不甘心。李东升不也是吗？眼看 TD 做不下去了，没法商用，做 TD 那些人怨声载道，这么好的反水机会，李东升会不要？看见了吗？这就是人性。你想好了？想好了。不后悔？不后悔。24块，是。跌到24块，张海潮会彻底失去领通。他已经质押了不少股份，TD显然上不了马，固然要停牌，但是很快就会再复牌。在复牌的时候，我们拿回领通。菜给你们洗好了，慢慢吃啊！哎，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不客气。阿姨休息吧，我们自己来。好，你慢慢吃啊。哎，这李东升怎么天天不在家？你们结婚才多久啊？还一直这样啊？他不是跟海潮搞那个 TD 联盟嘛，天天在外面应酬。哎，今晚上要不是你俩喊我吃饭，我也在外面拉投资呢。你也别说子夏，你说说我们两家的那两位，不是在测试就是在实验室的。明儿的辛苦了啊，实在是对不住你。多吃点，多吃点。那俩丸子是我下的，你给我来点呀。你下少不了你的。欢喜，你这人就老偏心着呢。我这不是觉得对不住明儿的吗？你看着人家怀着孕是吧，跟刘涵结了婚，孩子都有了，蜜月都没度呢，搞得那刘涵跟嫁给了海潮似的，天天都在实验室。对不住，多吃啊。好。哎，我当时喜欢刘涵呀，那也是因为他又认真又努力。但我现在真的是太恨他又认真又努力了。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要怪你就怪那个神经病张海潮，才半年就要同频组网，他竟然还答应了。骂得好，你就应该骂他。我每天心里骂他800多遍，有什么用呢？当着外人的面还是得支持他呀。我总得跟他说，没关系，你忙你的，妮妮有我照顾，爸妈有我照顾，公司除了技术上的事情，什么都有我照顾，谁来照顾我呀？对吧？女人怎么那么难啊？你都难了，让我们俩怎么办？张海潮对你够好啦，方方面面都给你安排好、照顾好，别抱怨啊！阴阳怪气，我这样啊，你说我了是不是？但是海潮再怎么爱林夕啊，他还是男人，好多事情他还是不管。真的，你说说怎么总是问我们女人怎么来平衡事业、平衡家庭？怎么没有人去问问他们男人呀？嘿，因为男人他不需要平衡。看看到时候孩子生出来了，他们怎么办？哎，说到孩子，你怎么样啊？东升现在不搞技术了，时间也自由，你不打算提上日程？你就甭操心了，先让 TD 落定再说吧。况且我也不闲呀，主要你看李东升那个样子，他能当好一个爹吗？那也不一定。哎，但我觉得刘涵会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他1周能回家多少次啊？
每次我在实验室看到他，我都心疼。有的时候我还在想，要是没有回国的话，你别想了，根本就不会有如果，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一定会回来，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半导体事业。上次我跟海潮回了趟清华，去校史馆看了看，哎，真的让我挺有感触的。不说了，来吧，敬我们伟大的邓稼先同志，敬海潮、东升和刘涵，敬我们自己。来，干杯！干杯！哎，别睡了，哎，别睡了，哎，干了。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不差这点了。海潮，其实这些年跟着你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我挺高兴的。我怎么听着像是向我表白啊？你太老了。干了，这个公司就只剩下你一直支持我了。开干，开干。国外企业因误判中国发展 TD 的决心，自绝于中国主流市场，期间又遇金融危机，中国公司抓住了机会，逆势而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岭东付款之后，股价一直在涨，7月奥运会就要开始中国标准通信制式，我们做空岭东那么多股票，现在根本还不了，怎么办？李东胜，到底怎么回事？我没干什么。是你跟我说中国标准不会商用的。是你觉得同频组网做不出来。So you fucked me, 啊 ？You fucked me! Brian， 我跟你说，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你还得跟我借股票呢，乖。The setup. It was a setup. God damn it! 张海潮，是你先卡了我一刀，否则半年前，算了，懒得跟你说了。现在美国的经济局势不太好 ，TF 的股价大跌，你的好几个股东对你非常的不满。我劝你赶紧回美国去，好好的整顿整顿你的 TF， 别一不小心被我给收购了。谢谢你，站在我这边。我虽然站在你这边，但不代表我同意你的做法。耍耍滑头就行了嘛，我都让黄立熙劝你了。我不想我的成功建在沙石上。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死要面子，不肯向外部势力低头啊。我觉得徐亚赌他们也没什么错，就是苦了我们韩子。你得喝了多少功能饮料啊？我没事，我最爱喝的就是功能饮料。那你活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又赌赢了。赢是赢了，但是你要安抚很多人，员工、股东、员工的老婆、股东的老婆，一个都不能少。发巨额奖金，放大长假，精神安慰，懂吗？新闻发布会之前，没人睡得着觉，辗转反侧，
你们不要啰嗦了，都等着我们庆祝呢。你台词背好了吗？好了，试试看，请。经过了5个月零26天的重复性验证，由领通开发的芯片测试正式成功。这是 SoC 级的 TD-SCDMA 和 GSM-GPRS 双模多频的核心芯片，可以提供384K 的数据服务。这个产品的大小呢是13×13毫米，也就相当于这个硬币一角钱的这个钱币的大小。该系统级芯片的这个集成技术在世界上大概有4个重要的技术突破。第一，这是世界上首次手机核心芯片的硬软件的整体开发，以达成硬软件功能综合最佳规划以及合理功能划分。第二，它突破了芯片整体结构优化设计。第三，它突破了芯片各功能块之间的有效通讯方式。第四，它集成了超过4000万晶体管，是现在世界上集成度最高的手机核心芯片。太好了！